點解有啲盤擺咗咁耐都賣唔出去？其實唔一定關個市場事。大家好，我係 Adrian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而家啲買家其實全部都好精㗎，會攞同區嘅成交價去做對比。咁如果你嘅價開得比同區嘅成交價一般仲要高嘅話咧，好多時啲買家都唔會去睇你個單位。例如個格局唔夠好啊，太暗啊，或者樓齡好高而好耐都冇做過裝修，好多人都會覺得麻煩多，乾脆唔好睇。常見嘅會係管理費太高啊，維修特別多啊，或者個大廈嗰棟結構會有問題。咁一般見到嘅咧，買家都會直接 skip 咗佢。咁所以其實一個樓盤有時賣唔出，唔係話買家唔想要，而係你嘅價格同埋另外各種因素諸如此類都未達到買家嘅心理預期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應該點樣去定價你嘅單位嘅話，請直接 DM 我。